叫人刚中间。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歌声。我真的感觉到我自己就在那个大草原上面，我很向往，我真的很想到那边去找寻一些我没有听过的声音和一些音符。明白了，言外之意就是你的歌声已经让李老师啊有一种创作的欲望和冲动了。你心目当中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？音乐的话，对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。比如有一天我去放牛的时候，唱了一首我们那边家乡最有名的一首歌，然后唱着唱着，小牛们也不知道看着我，他们不知道看着你，对，他们觉得我唱得非常好听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就是还有的时候，我躺在绿色的草地上，看着蓝天，晒着太阳就睡觉。哇！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！好棒！这太让人羡慕了。因为工作的关系啊，西藏几乎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。它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雪域高原，非常圣洁。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人会少很多杂念，你会觉得你的心灵被洗礼了一样。在那样一个地方看到那么多虔诚的人，他们的眼神特别的淡定，特别从容，他们在做着一件很简单的事儿，在重复着，但是那种重复会让你感动。所以我说没有去过西藏的人一定要去，不光那个地方的风景可以让你陶醉，那里的藏族同胞会让你感动，会让你永远记住。真的，谢谢老师。谢谢，谢谢朱军老师。我不是一个藏族人，但是我跟西藏的那个缘分是从14岁开始的。刚我看他唱《走进西藏》，我想起了我是因为一首关于西藏的歌《青藏高原》，我唱着那首歌，从我们那个小镇到了北京，又唱着那首歌，有幸去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。我觉得那首歌，就是
它好像有一个福气在里面。我就觉得扎西以后你会唱着你们自己民族的歌曲，带给全世界的人听，我们西藏的音乐是多么的好听，真的，刚刚你特别的感动我。谢谢老师。刚才你唱这个是《走进西藏》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唱的是藏语版的，你知道有一个是中文版的吗？我没练过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版维维老师就会唱。啊，那可不可以维维老师跟我唱一段啊？跟你一起唱一段呀？对，可以啊。老师有请维维老师。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呀。